也是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5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25节，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儿女。什么人是上帝的儿女？那照着圣经创造论角度来看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但是被称作上帝的儿女却是有条件。就好像咱咧讨论选民迄个概念同款，选民就是领受着上帝的呼召，并且愿意遵行上帝改变的人。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25节安尼讲着。到第3日的清早，山顶雷公四呐，乌云密布，豪角的声大弹，营内人民拢摇摇喘。摩西带人民离开营地，迎接上帝，因拢徛伫山骹，规西奈山拢是火焰。因为上主伫火中降临伫山顶，山的火焰亲像火炉的烟凊管，规个山大震动，扫角的声愈弹愈大。摩西讲话，上帝单雷甲伊应答。上帝降临伫西奈山的山顶，上主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爬上山。上帝对摩西讲：“你落去警戒人民，叫因毋通超越过界线，要来遮看上主。至到会有真侪人死。亲近上主的祭司嘛，着洁净家己，才免得我甲因刑罚。”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人民袂当上西奈山，因为你已经警戒阮讲。”着伫山的周围设界限，甲山分别做成。上主甲伊讲：“你落去，才搁甲亚伦做伙上来。毋过祭司甲人民毋通超过界限，要来上主遮，才免我甲因刑罚。”摩西就落山去人民遐，甲因宣布。那亲像约翰福音3章甲咱讲的，既然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就拢要得到永生。保罗写予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批信中间，提到着互上帝的神来引传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儿女。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7节。互上帝的神引传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囝儿，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圣神，毋是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，要生活伫行兄的中间。恁领受的圣神是要互恁成做上帝的囝儿，靠这位圣神，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！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见证，讲咱是上帝的囝儿。既然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就是继承人，是上帝的继承人，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。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，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，受竞选做伊产业的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上主对天顶伫看见拢总的世间人，伊对伊的宝座看落去，看地上所有的子民，伊做正人的心，了解因一切的作为。君王袂因为兵济就胜利，勇士袂因为气力大就会赢。
靠战马无一定会刣赢，靠马的威力无一定会救人。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伊会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存因渡过饥荒。阮的心神听候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伊会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伊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施乐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恳求上帝的神降临，充满阮，互阮因为圣神的引带来跟对主，来遵行诫命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